有关这个新冠病毒，即摆大家上要紧的是，到底什么时阵才会当做着预防射呢？卫福部长陈时中就电视节目讲，因为受到国际压力，有真侪大国是来独霸着疫苗的市场，所以咱台湾恐惊赶袂赴的3月，互民众来做预防射咯。另外，指挥中心嘛来公布着按889个感染源，确定是甲其他桃园病院的确诊者是同一个病毒株，所以初步会当来排除着社区感染。但是感染科的医师是无遮尔乐观，来点出着群组事件有3大破空。第一，按889个感染源也未找到；第二，按869个外籍看护病毒基因的定数也未来公布；第三，就要确实来掌握到按865，伫咧桃园捷运 A7 站是去过什么所在，安尼才会当真正来排除掉社区感染。富国或大国去垄断这疫苗，我觉得是一件不应该的事情。像我们就看看现在这些大国所买的数目字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有的国家啊，比如说它这样的一个人口，它买了它4倍的量，那你剩下那些要干什么呢？那别人是救命的，你别底下坑雷派哈。但是中上节目挡袂掉美为国家买收集疫苗，点名 WHO 联合国到底是伫咧创啥？防疫物资啊，那不能其实。像 WHO 当然是不够力了哈，联合国当然也都不够力，但是他对这件其实是他们要发挥功能的时候。疫苗本来预定3月必来，但是中国讲受到政治影响，恐惊会搁前。台湾现阶段做疫苗的时间，唔知会前到当时。医师分析，唔管这一个国家先做，世界疫情已经拖到真严重啊。做疫苗会当免疫偌久，嘛无科学证据。台湾即摆上要紧的，应该先锁国。短期间内。只要能够选择性的锁国，让一些高风险的国家入境旅客能够速度减少，不要瘫痪我们的防疫能量的话，我个人认为疫苗起码在现阶段不是最好，也不是唯一的选择。针对指挥中心公布按889病毒基因，含糖病院确诊者是同款的病毒，判定是院内感染。不过专家认为，无代表已经找到感染源。它可能不是直接，而是来自于一些表面病毒的一些残存，或是空调的关系。譬如说，它在一些电梯、手扶梯、餐桌桌面，或甚至是一些在平常会经过的一些路面的一个病毒的附着，就很难回答。医师点名，除了按889，另外按869外籍看护的病毒基因也未公布，过来是按865汉堡店员工去过桃园捷运 A7，敢无开始做好消毒？疫苗拢无看到进展，照即卖情形，指挥中心恐惊会爱变到安尼，掌握所有可能性，全民才当真正安心。